团结中心第8届戏剧梦工场就要开始啊！今年拢总有6出精彩的作品，类型包括着歌戏、布袋戏、阵头等等，对文史社会和自我认同无共题材来拼创新，用传统戏剧结合着现代元素。这团结中心是希望透过这款实验性的作品呢，改变民众对传统戏剧的想象。我巴肚内囡仔呢？也是过去留落来误会心。一个伫咧别人眼中，互人看做是英雄的人，私底下却是害女性大巴肚，佮无想要治囡仔后查甫。英雄在做这出戏是义兴家掌中剧团对古巴革命英雄的故事改编来的。导演讲，这出戏想要传达的就是英雄毋是实全是美。导演希望透过无同的观点，互观众去思考英雄的故事。伊一定会面对着感情的难关，面对着感情的难关的时候，英雄伊会做啥物选择？这是团结中心举办第8届的戏剧梦工场，今年拢总有6出精彩的作品，类型有包括歌戏、布袋戏、民俗、阵头等等。亲像歌戏的部分也推出来嘉庆君梦游台湾。导演讲，1980年代是电视歌戏上兴的时阵，嘉庆君的故事真受欢迎。导演想要带观众回去迄个爱看戏的年代。嘉庆君咧演的时阵，上清的时阵是伫咧1980年代到86年迄时阵，迄时阵嘛是民主化的时代。阮就咧想讲，若嘉庆君去拄着这个民主化的时代，会变甲安怎？团结中心对8月份开始，为期2个月的时间，拢总推出来6出的作品，对文史、社会和自我认同等等无共款的题材来拼创新，用传统的戏剧结合现代元素。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这款实验性的作品，打破民众对传统戏剧的想象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